台南南西站9点多时，搁再发生规模5.2的地震，上大震度是有到4级，真侪民众是拢惊甲走出来。气象署研判，这个地震应该算是年初1月21嘉义大埔大地震的地震尾，最近这几天嘛可能过会摇。为监视器看到摇甲真大力，点静一段时间了后，又搁熊地震，河南西区的居民是心惊胆吓。惊到啊！规冲出来啊，啥咯？冲出来！对因来讲，迄地震、地震心理压力是毋足大。哦，都唔敢去困。我摇诶真久哦，摇真久了。啊，你用家家拢走出来啥咯？我嘛是伫客厅遐啦，啊，阮孙俩会看敲电话讲阿嬷，又在南溪了哦，我要惊害。初五暗时9点27分到10点10分，南西又搁发生地震尾。伫咧外地亲戚朋友是赶紧敲电话来关心，当地民众心情真复杂，因为年初1月21地震了后，袂少南西居民毋是去找外县市的亲戚朋友做伙住，就是伫咧厝外口的空地仔搭报平过日子。尤其是伫咧破损的厝内底生活，到暗时敢若加困伫咧室外的报平内底。地震开始大啊震呢，安尼哦，啊，大下跟未习惯。大帐篷。区长有来看啦，伊讲要用一个火锅要来菜外口安尼啦。有人家己开钱起火柜厝，因为要等电器是等米恶搞，等人快到。2个货柜真的要弄到好，包含隔热，还有冷气，一些所有种种，40几万绝对逃不掉。为什么一定要租房子才有补助？每个人就放宽灾民每个月。1个月多少？让他们自己找房子，还是住货柜屋，还是买货柜屋？那市政府为了方便灾民来询问相关的事情，所以在我们南西区公所成立一个赈灾护援联合中心，由市府相关局处进驻。那灾民对这次赈灾如果还有不了解或要申请的案件，也欢迎到公所来这边。目前除了医亲，阁有南水桥的宿舍会当睡厝，市府嘛提供照火柜的服务。总是讲目前还无人申请，大多数居民是住伫咧室外大报平。若市府嘛伫咧区公所成立临时联合服务中心，提供灾民服务。不过对当地居民来讲，想要恢复到较早的日子，也是感觉懵懵标标。光绪新闻综合报道。